真心，哎呦喂呀，哇！新华风格节目主持人，哎呦哇！真来伫遮啦！这人那在咸鱼啦，吼得奖就得奖。得奖哦，金钟奖的生活风格节目主持人。嘿，这个 times two，搁2摆哦，搁2摆，嘿，自带光芒啦！厉害厉害！谢谢啦，谢谢啦，但是浩祖哥哦。我嘛有准备你的歌吼，这是挡不住啦！我甲你讲，来啊！你有准备我什么？我有准备，你嘛有会当学落的啊！电视笑话冠军，吼第1名，哇！厉害厉害，这是10年前，12年前。那会感觉足歹势。这是第1个，搁有啊，搁有啊，搁有走诶。2020金钟奖诶，红毯第1帅。这就免讲这就免讲啦，咱嘛拜托啦。我拄则叫是，这是你的上好笑的笑话。什么笑话？你在讲什么？这是我感觉这世人得过吼上盖赞的第1名。是的，你看起来是什么风箱的物件呢？你看，你是搁甲翔哥呢？翔哥哎！赞啦，嘿啊！咱两个拢是台湾之光。台湾之光哦。咱两个拢是足水水的嘛，台湾之光嘛一定爱水啊。嘿啊，所以咱的主题就是台湾之光。台湾第1水啦。咱的来宾哦，一定有自带光芒啦。敢会是台湾第1水的美女？哦，你看一下哎呦，白马到底是啥？哦，台湾第1水。魏如啊！阿如，给我呀！是啦，不是吧？你这什么表情？我告诉你，魏如，欢迎！有睡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的表情有点僵硬哦。你想嘛？今仔日主题你敢有看过？有啊，上水哎！我跟你讲，我的特长唔止啊上水，我讲我的脚足长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从细汉幼稚园的时阵，到我高小毕业，我拢是阮班上上冠的，所以我永远坐到粪扫桶边啊，上后边。坐咧粪扫桶边有啥物好讲？你嘛是啊，你两个比看嘛，你两个。穿平底鞋哦。嘿，我也是哦。我跟你讲，我讲有就厉害的地方。还有啥物？因为我身高就悬的，对不？身高就悬的，啥物叫做身高就悬的？身高就悬。身悬。对。我国小的时候，你拉迄旗子，你扭旗啊？扭旗啊！我被入选，我入选。你被入选啦？你被入选啦？你被入选是啥物意思？你去用选掉。选掉你就当呢。因为我的身高有高。身悬有高。对。我台湾真正足侪台湾职工。是。也是你有你看股票，你啊台积电迄晶片上站。对。啊，搁有风机。阮的特殊布料的衫。台湾风机纺织，敢会是纺织？是纺织。纺织是一种假吧？是行啊假吧？纺织嘞，我纺织，嘿，特殊布料的纺织，对，哎，台湾嘛就厉害。是，啊，搁有卡达家。我刚继续讲，我知，迄我讲嘛讲的。你在叫康辉帮我讲一下。哦，对对，03嘛，上水的03。啊，对。好，咱来讲好03。大家好，我是空莎。
今仔日吼一定要上水的，该当伫这个舞台啦。今仔日要介绍的两个呢，是阮台湾之光。听讲呢，伊的水迄种吼是世界第一水，因为啊，伊定定去世界比赛摕冠军回来呢。咱来看是啥物物件？咱台湾职工拍一个鼓励者，哇！这台湾职工地拄啊，大家看到有兰花，甲有孔雀鱼，这两个啊，拢是台湾真厉害，因为台湾真厉害种花啊、饲鱼啊，所以今仔日呢，阮大家两位冠军来请来阮的舞台哦。阮今仔日的导览先生呢，第一位，伊会当讲是甲阮台湾的兰花撒去，互全世界的人拢看到的。欢迎阮的张俊彪。哎呦！欢迎老师好。听讲老师啊，少年的时阵对这兰花是完全无兴趣，一点仔都无兴趣。你看一点仔拢无。但是你甲逐因讲一个，你带这兰花去偌济国家？我家己呢，我带兰花带，我家己去过34个国家。你家己啦。但是呢，咱兰花出口吼，咱有86个国家，所以佫有50几个国家吼呢，等待我通佫去。哦，袂歹。等下老师要互大家看卖兰花到底变成什么款。来，老师请坐。谢谢。第二位啊，嘛是阮的世界冠军，伊上厉害的。我先甲恁讲哦，一只10块银的迄孔雀鱼，伊家饲甲30万。啊，就是真厉害！来，甲请出来，阮的台湾的世界冠军吕安舒。哎呦喂呀！30万啦！30万，一只鱼30万，来啦，甲因讲一个。因为迄个比赛伊拢竞标，啊，你若得冠军啊，因就会开始标，啊，足侪国家会去抢这只鱼啊，用抢的，啊，你一直竞标到这个经验，啊，到尾叫因摕去安尼。等下就互老师好好甲大家介绍，请坐。欢迎。你这只鱼啊，你就会使啉1个月的烧酒呢。3个月，哇，足熬呢。你安尼讲，我嘛足想要饲鱼啊。而且你会生小鱼呢？小鱼。小鱼啊！一直生30万，一直生。哦，他就生。人讲飞底唔通饲金鱼，即摆爱改啊！即摆飞底就只饲金鱼啊。哎呀，那真厉害。迄只鱼啊，就是你送去比赛的。对哦，啊，比完了伊就竞标，啊，竞标了就标足悬的，啊，最后了，伊即摆伊的边仔的兄弟姐妹嘛开始有迄个关系介绍。哇！所以迄天是倒一个国家标到的？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。啊，你安尼30万买等一只鱼会使活偌久？3年啊。3年啊？3年，毋过伊会在3年伊会生800只。哦。所以会当豆豆啊去筛选伊的好歹安尼。哦，安尼会好呢。会当豆猪啦，投报率就高了。对呢。你想的拢是钱。我小姊我开偌济钱，你唔知？但是迄是老师的心血，是安尼讲心血。无简单。无简单，这边嘛无简单。伊讲有一开始伊足无介意兰花，到尾啊伊推广出去，到即摆已经行30几个国家。那有这个转变。哇，因为呢，其实打开始读册的时阵，对花呢一点仔都无兴趣。是。但是你读册的过程中发现一个秘密，找到一支锁匙啊。什么？兰花。原来兰花嘛是会当趁钱的锁匙。哦，原来拢是钱啊。对啦。安尼我问一下，迄一只鱼啊会使卖到30万，啊你若一丛兰花会使卖偌？上悬。唔捌等者我拄有查来，介绍着迄丛创造差不多20亿。20亿。哦。
哇，你这才是第一名。来，你头的，你头的。无，你讲这有厉害啊！你这应该是讲笑话吧？你这应该是讲笑话。笑话冠军。我这应该是第一水的。对啦，伊是讲创造出来啦。创造出来的。你创造出来，你知影嘛？无可能啊！无真正，而且的过程吼，其实讲兰花其实和咱孔雀鱼同款。是。这个价值，因为咱农业，咱兰花的部分拢爱培养，代表咱流通到世界，因为就是这个品种，因为就是这站的冠军啦。所以这假期去创造咱农业价值的上界重要一个。哎呦，艺术啦，哎呀，无简单。哎呀，安尼你想要先来听30万呢？还是20亿的？我想要听笑话冠军。你想要听笑话哦？要听笑话啊！讲进前爱先来这表示先退落来，是讲咱来认真，咱来认咱一个真。都会感觉讲的是笑话。但是这是真的，20亿的传奇啦！伊有一个足有名的名，伊叫台湾阿嬷。啊？兰花叫阿嬷。对，咱这个红花啦、粉花，这拢是因为有含阿嬷这个品种去夹着了，用阿嬷去配种。去配种。哦。阿妈的基因就好诶呢。啊对。咱来介绍另外一个英国阿嬷。哎。咱去译一个品种，用英国女王的名去号名。哎呦。 520就职，当时呢有30几个国家迄种代表嘛，都来参加，所以咱就用一个欢迎的兰花的国旗墙。这拢是国旗的，对啦，每一国的国旗哦。20亿的传奇啦！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兰花产销协会秘书长。今仔日呢，而且相当的欢喜，大家介绍咱世界第一台湾之光的兰花哦，而且来带大家欣赏。咱看影片遮吼，其实咱台湾兰花呢，离咱逐档的出口差不多有2亿的美金，将近60亿的台票。啊，这目前呢，伊行销差不多有86个国家，所以呢，伊的跨度含伊行销面，啊，但是兰花呢，其实虽然离咱台湾流通差不多100档的时间产业的发展，但是呢，伊差不多离全世界的部分，伊都有300档的历史的发展期间。日本时代了解，把兰花这个部分带来到咱台湾。吼，啊，今仔日呢，而且大家伫这个画面遮吼，大家有看到，人讲吼，花拢是开花。结果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兰花的果，伊的经济，吼。啊，今仔日呢，嘛有传一个特别的物件，吼，要来互大家，是安怎伊生做啥物款呢？这是一个大家相当有名，伊叫做香草果荚。香草荚，香草荚，这就芳，你看。嘿，哦，啊，这毋是呾食好食了，这嘛符合孝子的口味。你若呾泡伏特加。莱姆酒，哇，正办呢！哎呦，哇！但是我拢啉红酒呢。无要紧，这嘛咱咱咧。哈？啊，大家正所食的这一个香草口味布丁，香草布丁。所以讲吼，香草其实咱兰花会当延伸有足侪无共款的方式。哦，所以这就是兰花的果荚。我食2喙了，感觉怪怪呢。安怎？你即马咧介绍兰花，啊，我想要食香草布丁。是吼。安尼呢，较互大家会当入味，听爱搁较斟酌。刷落来就要开始来介绍兰花。对，这是兰花，用兰花的全世界的香草都是兰科植物。哦。所以香草是兰科。对，香草就是兰科植物。所以呢，咱食的冰淇淋、香草冰淇淋、香草蛋糕，对，就是咱就是杀伊的籽了后出来了，咱是用籽，啊杀伊的风味，含咖啡共款吼，咖啡嘛是共款，但伊的经济家来去做熟成烘焙，伊的风味才会当去提炼出来。就是这要2000块哦。嘿啊，但是伊用提炼的过程啦，吼啊，这就是原料。
足重要打开始的原料。啊，这呢，其实一粒一粒，咱老板去它做锁成，一粒一粒嘛是咱兰花播种出来会当生做细丛的，所以现在一丛会当去创造20亿，相对来讲唔是数量啦，是咱的品质。吼，所以而这的部分呢，咱今仔日有介绍一个来达20亿产值的这个部分呢，来达放出来。20亿的出现啦！哦，20亿，来，咱兰花哦，有一个足特别的一个差别吼。咱兰花你也看为一丛，虽然你看伊无点吼，好一丛安尼2支安尼长安尼，但是这呢为第1蕊到这多好30蕊。吼，但是兰花的开吼，伊是第1蕊开，第2蕊开，第3蕊才开。但是第1蕊开到第2蕊开爱5天。你也看第1蕊开的时阵，这下骹开到30蕊。你看头前的第1蕊已经开偌久啊？早就爱冷气啊，已经开150天啊，嘿，佮继续开。所以咱兰花其实是安怎伫世界受到大家人的喜爱，啊，佮其实是全世界的 top 1的物件。吼，因为伊的花期真正足长，吼，啊，伊的品种足济。台湾因为咱拢讲咱兰花出口，其实咱是兰花材啊出口，吼，咱是兰花材啊出口。啊，全世界咱只要3丛，就1丛为台湾出去。全世界的2个品种，就有1个品种为台湾来育种出来。所以这就是伊厉害的部分。啊，所以这丛呢，这丛特当伫台湾创造，把咱赚20亿的代表转来。对，这丛卖咱兰花材啊。这丛，啊，当年伊拢会。因为咱是卖材啊，卖这个品种就是要卖20亿。哇！哦，这是第1个部分。哦，啊，介绍到这的部分，咱就要介绍台湾厉害的所在。咱这丛呢，伊有一个足有名的名，伊叫台湾阿嬷。哈？阿嬷？是安怎？兰花叫阿嬷。对，是安怎？伊叫阿嬷呢？因为伊的品种名叫做阿嬷比利时。啊，但是啊，这个是咱台湾发现的原种，所以大家拢号做拢会记得头前阿嬷的头前迄几个呢，所以叫做台湾阿嬷。啊，这丛呢，其实台湾有一个所在叫做兰屿、兰屿。其实就是日本时代发展兰花的原产地。所以伊甲叫 Oki Island， 嘛是因为咱有兰花之岛，啊，所以伊为遮衍生出来，你也看因为伊白花，所以呢来咱后一张，所以咱也含咱即个红花啦、粉花，这拢是因为有含阿嬷即个品种去夹着了，所以咱就会当互伊的桃花啦，你要互伊安怎？咱厉害的所在就是，你要互伊啥物花，咱就有机会互伊生做你喜的迄项物件，吼，用阿嬷去配种。去配种。哦，阿嬷的基因就好诶啦。对哦，来，这真正，拢怪怪。阿嬷去配种，伊甲你讲，是你讲出来的，拢听起来怪怪。但是阿嬷嘛是捌少年过啦，阿嬷变做阿祖啊。来，我即摆介绍一个真正的，来，咱来介绍另外一个英国阿嬷。英国女王。英国女王，阮伫2011年的时阵，阮去参加英国的展览。啊，迄个当时呢，阮就感觉讲，迄个时阵拄好凯特和威廉的结婚迄当，所以阮去参加伊即个英国皇家的即个展览的时阵，阮就想讲，迄天一定爱炸一个特别的品种去。所以呢，阮去译一个品种，用英国女王的名去号名。但是这件重要，毕竟去到人英国，佮用女王，这已经爱尊敬。所以呢，咱外交部。咱就写批去互白金汉宫，咱逐讲吼，因为咱台湾兰花协会逐当都有来参加这个花展，但是今年呢，为着调讲咱农民有一丛要用迄种女王的名来命名，啊，通好伫会场看当把这个品种送互女王卖，结果白金汉宫回一个乐观其成，哎呦，大家拢欢喜甲袂使，因为尤其这是当时咱的大赛。张小月大使，咱就伫现场，把这丛花用做这个英国女王的这个名，2世的名送互女王。所以讲这是台湾阿嬷来去加上英国阿嬷。哎呦，来当然刷落来了，咱其实兰花一直咧做一寡加用足侪咱真个科技的力量。甚至呢，像阮办理迄种今年第10届的台日交流的一个协会，但用兰花做布置环境佫无够，所以阮甚至伫会场内底，但咱台湾的国旗和日本的国旗，来，咱后一张画面。哇！咱这就真正用兰花当成画布，但咱国旗呢，用咱科技
纳米级啊，这是对植物，这不是化学的，这是纳米级植物的部分。你大家的部分科技用去，袂影响到花的花期。吼，所以咱着大家，咱的国旗含咱的樱花，咱日本的国旗遮，搭专工，吼，用这个搭用起来，过来，因为兰花本身就水的啊，你袂当藏起来，结果。看起来足人工化，所以要怎搭兰花的渐层，吼，伊整体表现的美丽，拢得表现出来。所以这个因为安尼，所以阮今年来，咱后一个，吼，今年呢，这是咱这件老总统520就职，拄好来台南办理国宴，当时呢有30几个国家。迄种代表嘛，都来参加，所以咱就用一个欢迎的兰花的国旗墙。哦，大家这部分，这拢是国旗的，对啦，每一国的国旗哦。所以呢，来，大家来猜猜看啦，吼，来，大家敢知影这个国旗是倒位的？离咱台湾上界遥远的一个所在。啊，应该是南美洲。嘿，南美洲。墨西哥还袂到南美洲。南美洲阿根廷。咱有邦交国。来，智利。隔壁阿根廷。来，离咱上界遥远，咱的巴拉圭，吼，咱你也看这个国旗的表现，吼，但因国旗的部分，其实用甲足微妙微巧，佮互大家一件机会，这个国旗，我真正唔捌看过。这个实在太困难了。对，海岛，两个哩，巴布亚两个哩，再加上。后壁迄个岛群岛，这个岛全部5个字。群岛。马绍尔，什么岛？马绍尔群岛。对。但是这吼，咱就是表现讲，其实兰花的技术，吼，除了唔是讲咱真个水了后，其实咱运用真个一寡科技，结合咱的一寡文创，其实这嘛足侪未来，咱会当应用足侪面。吼，所以阮最近呢，其实这几单嘛行过足侪所在，吼，互遮物件会当去延伸，吼，最后其实咱逐冬吼，这是今年，咱逐冬伫咱台南阮后壁这个所在，其实咱遐有一个兰花园区，阮伫遐办国际兰顶已经每年拄好步入第22届，2月27到3月16，这个场所，这个平台，这个展览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是台湾兰花，大家伫这个平台的时阵，因特别育成的品种，都会杀来到遮。搁一个足大的特色，全世界你也要做兰花人，你一定要来看这个展览，因为要来看咱台湾到底迄变啥物物。所以有啥物新的物件拢会出来。所以最后呢嘛，欢迎大家2月27到3月16，都会当来台南这个所在，和阮斗老热。当到女王，伊亲手安尼接着咱台湾的兰花，上厉害是兰花也要变国旗耶，这就厉害呢。伊应该就是吼，伊种迄白色的兰花用喷擦的啦。对，伊有足侪种无共款的做法，但是因为伊是白花的关系，所以会当去创造无共款一寡方式。是。啊，你迄个兰花展览吼，总共你讲几个国家的人来？像阮逐冬的部分上，差不多拢有20个国家的参与，但是来参加，佫有要加上迄种去年的部分来到差不多43个国家。43个。像阮真上界重要，包括咱是伫美国啦、日本啦这种所在了，其实新的国家，像咱东南亚啦、南美洲啦、像巴拉圭啦，甚至巴西，这种所在其实都是咱的兰花会当弹出来到迄个所在。台湾之光，真正是台湾之光。特别赞！过来是咱的皮啊，空手皮啊，嘿，30万啦，30万，来个看卖，来个看卖。这只就是我去比赛得冠军的迄只。30万，对，30万就是日本啦。这只鱼啊吼，伫日本时代算是足风流的，足流行到今嘛。我是讲足风流的咧。是你啦。足流行，伊都有一个标准伫的，伊全部拢是一个标准。上大迄个分数上悬。嘿对，伊毋是伊甲你比俩，伊是甲全部的鱼仔斗阵比，内底有差不多700几组鱼仔，伊叫做计程车。嘿，计程车皇，伊就是，这就是叫做马尾，这也叫做上剑，
这才是最近上新的品种。鱿鱼，鱿鱼，会搞成鱿鱼。对。过来是咱的鱼啊，孔雀鱼啊，嘿，30万啦。 30万，来个看卖，来个看卖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孔雀鱼协会理事长卢安舒，我今日要来给大家介绍孔雀鱼。哇！水。台湾的孔雀鱼啊，是发展到40几年，毋讲全世界的孔雀的历史是130几年，所以咱还有一段距离咧录。毋讲咱即摆已经是世界冠军啦，因为咱的积分赛大概拢是上冠军的，所以咱的品种我想接触的时阵，较差不多40几个品种尔。毋讲到我即摆生20多年了后，一定有120种的品种，内底有60个品种是咱台湾创造的。哎呦！我第一只，迄只，我就要来大家介绍，这就是一个比赛的一个标准。伊的比赛全世界一年差不多40场的比赛。我较大场的拢是这。这比赛毋是讲咱去看水尔，咱过来去看伊的标准。伊这有一张标准的卡。差不多19种尾型的卡，比赛。咱即摆就讲，咱即只鱼啊，3甲马，就安尼。伊都有一个标准伫的，伊全部拢是一个标准，毋是讲咱看了水就好啊，伊拢一个标准。伊这有伊的背鳍，有伊的尾溜的这角度的82度，有伊的身躯的七水。我会考大家一个，你感觉伊的部分占上大的分数是伫咧做一个部分？是背鳍，还是尾溜，还是伊的整体，还是伊的身躯？我刚刚是尾溜，尾溜上水啊！你以为是安尼滑？整体哦。我感觉是迄个头章，伊顶管迄个头章。你无讲迄个头章也背鳍的对，敢若辫子的。这画如伊的答案是正确的。是看尾溜哦。是看尾溜，全部拢是看尾溜。尾溜是占这只鱼仔比赛的40%，所以伊的分数是上悬，就要靠这只尾溜安尼。所以尾溜也水，因为足侪尾型的，所以拢以尾溜为主安尼。这只鱼仔的整体性就是足水的。敢若穿长裙。真棍。对。咱第二只咱孔雀的品种，咱看一下，这只鱼仔咱叫礼服，因为阮一只鱼仔拢有伊的名，有一个品种。伊叫礼服，为啥叫礼服？你看伊都要穿一身衫，甲礼服去乱，规只拢乌色安尼乱，伊就是这就是足水的一只鱼仔，伊就规个，伊也蓝色的，阮就叫蓝尾礼服，若红色的叫红尾礼服，就是伊拢有一个名，以湿水为主安尼就对啊。咱后一张。这只就是我去比赛得冠军的迄只，30万，对，30万就是伊本人，就是这只本人。但是伊无特别水，你嘛无穿礼服啊？伊有穿一个礼服，你嘛看伊穿一个礼服，伊是穿伊的尾溜，甲伊的背鳍是共装式的。这只鱼啊伫咧日本时代时阵是足风流的，伫咧差不多40年前的时阵足流行，到即嘛。我是讲是风流的咧。无，是你啦。足流行，伊就一直改到即摆的品种。要改这鱼仔是无简单，因为伊的尾溜甲伊的背鳍一定要共色，所以是困难在这个所在。伊的角度，伊的尾溜的角度，甲伊的袂使有任何的斑。湿水乌色的斑拢袂使卡着，所以这只鱼仔你莫看伊安尼，伊是困难度足悬的，因为伊要黑白分明这样。但是你会使控制啥？咱嘛是要用优生学，我甲大家教者，就是讲你这台鱼仔内底有20只公的，有20只母的，如果有3只足水的公的，内底母的就有3只足水的母的，所以你就要去内底遐拣出来，甲找优生学再来配。所以这是要开足侪时间的，差不多要5年的时间。豆豆落去算安尼。老花会要安怎？安怎看？就细只呢？伊若老花无要紧，咱饲到6个月，伊嘛搁看有嘛。然后咱3个月看无嘛，无要紧，咱6个月时间比人较久一丝丝啊。毋过咱嘛是会当家己筛选较好的品种。你甲阮讲一个，
这个尾溜赢人咧倒。伊的尾溜的角度，就是咱即摆有一个这有一个比例的角度，你就要安尼看。比例。还有一个比例，伊这有一个。比例感觉上大迄个分数上悬。嘿对，啊伊毋是伊甲你比俩，伊是甲全部的鱼仔斗阵比，毋是伊迄去内底有差不多700几组鱼仔，啊伊伫咧内底要脱颖而出，第一轮就爱先竞出来，了第二轮伊的分数是悬的时候，佫是冠军的时候，第三轮全部的冠军佫拍大佫比一届，所以是冠军的冠中冠安尼，所以叫做总冠军，就是安尼来。比赛就砸一支尔，加一支尔。哇，一支你比落去，嘿嘿嘿，啊，就比30万。就是开始大家就开始竞标啊，就是开始大家就大家要爱这只鱼啊，是要爱伊的种尔，就是要爱伊的种，等于佫欢笑，所以伊的种就大安尼。好，咱后一张。哦，各位，我有甲这只鱼啊吼，佫衍生出来，伊叫做计程车。计程车。嘿，计程车皇，伊就是计程车皇，就是伊即摆咧学的计程车皇。阮就甲这只鱼啊卖到足侪国家的时阵，迄有的国家伊的计程车是红色的，啊有的是绿色的，像香港是红色的。伊会感觉讲，啊你这计程车皇为虾米叫计程车？阮兜的客运车是红色的呀，啊阮你的客运，因为咱台湾的客运车是黄色的，所以咱这是以咱台湾的名来号的，所以。但全世界拢知影，这只鱼仔是咱台湾介出来。哦，啊，我即摆佫大家介绍这纹路，这种的草尾啊，伊这上水就是伊身躯的纹路，迄落的斑点，啊，规个拢是草尾啊，拢是喷点，哦，这个蓝草尾，哦，这只嘛就是水的，这只鱼仔，哦，咱后一张，哦，这只叫马赛克，这嘛足水的吼，这是安怎来的？啊，就是这是就是咱爱去了，嘛是配种来，配种来的，因妈妈足水的，这是喷的呢，迄毋是用喷的啊，我这毋是用喷的，吼，对造出来，这是要用落去改的。啊，伊这妈妈有马赛克的基因，咱摕其他的鱼啊，这只鱼啊，咱就当变成这只鱼啊。哦，这只当初嘛有捌到过，伫咧皇室的太王杯得总冠军。嘿，后尾啊，我有较特别的去到遐的时阵吼，去领奖的时阵。去因个皇室办的比赛嘛，啊去领奖的时候，我是爱跪咧领，都爱拍咧跪咧领，啊，到尾我就感觉讲，第一届有感觉足特别的一个颁奖仪式安尼，搁安尼落，啊，我感觉讲，全世界人拢足重视这个比赛安尼。哇，这个更厉害，这就是更愈水啊，这规个拢是纹路的，这叫黄蛇纹。哦，你看伊的纹路，规个拢足油的，所以孔雀你看伊的变化，是毋是咱想的讲？也有单色的，啊嘛有纹路系的，吼，全部拢有的，伊关的纹路拢安尼拢走出来安尼。这想袂到呢。对啊。这是啥物爸爸甲啥物妈妈才好度配出这种的？哦，这就是妈妈要有蕾丝纹的，啊，甲来咱拄啊一只迄个决定的一只草尾，就会使配出这只鱼啊。哦，所以这是鱼啊，拢是会当迄个，后一张。这只鱼啊是迄只鱼啊另外一只，就是伊是红目睭的，咱即摆嘛一定有甲做出来红目睭的啊，吼，就是咱个白鸡啊，吼，就是白鸡啊，就是要做红目睭的。即只鱼啊嘛是足特别的，就是规只拢无乌色的色素，啊，规个拢纹路拢足水的。啊，后一张。孔雀哦，毋是遐鱼啊尔，佫有足侪尾型的，这就是咱看起来较毛尾，哦，较毛笔字的迄个尾，啊叫做毛尾。哦，叫青火啦。甲一个火安尼，迄感觉安尼，这寿命搁较长，伊到4年。哦，所以可以会搁较好算一下。啊，规只拢红色的，啊嘛是红目睭的，这也叫做双剑。哦，我们叫双剑。哦，这个双剑，因为3支剑斗阵安尼。哦，这双剑。哦，我考大家，这只你来叫啥物名？这只哦，清道夫。清道夫。伊这有剑伫咧悬顶。哦，伊有一个剑伫咧悬顶。嘛是剑。嘿，嘛是叫剑，咱叫做顶剑。哦，顶剑。嘿，啊啦，下骹有一支剑的咧，咱叫啥物？尾剑。底剑。啊你？底剑。底剑。下。骹剑。骹剑。伊即摆迄个讲对啊。迄个底剑。大牌。迄个讲对。哦，袂歹，就是底剑。底剑嘛是真正做欧洲足侪人足介意即个底剑的，所以嘛足侪足介意的。哦，啊，这就是缎带的。哦，缎带就是伊的，这有手有拢出来。哦，每一只鱼仔的色水拢有出来。哦，我有一张。
这才是最近上新的品种。鱿鱼，会搞成鱿鱼，对，甲扫帚安尼就对啊吼。闭车啊！哎呀，甲闭车安尼吼，你捌看伊这安尼闭车哦，伊这马溜，诶形状是安尼，伊的背鳍嘛是有，伊的这舌啊嘛是拢闭车，这是从迄个泰国迄边发现到一个这新的基因了，开始甲发现，甲变做做品种的，伊即摆就会当变成。伊无好收水啊，哎，伊用破破的。啊，伊收嘛是足紧的。是哦。嘿，你莫看伊安尼哦，伊收嘛是足紧的，因为伊收毋是靠马溜咧游动，伊是靠身躯这个所在咧动，所以会足紧安尼。我今日就介绍到这，我是希望大家讲吼，你若有时间吼，会当多多了解孔雀，孔雀是一个真正足水的鱼仔。所以是毋是讲啊？你若平常时啊，工课压力足大，你就是安尼去看戏。对，无对，我就是有当时吼，拄开始咧耍的时候吼，会当坐咧戏拄啊头前，会当坐8点钟。哇！啊，尾啊，阮兜的人拢感觉讲，啊，你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啊，毋过咱若是看伊咧游啊是安怎，咱会感觉放空，比看电视吼，更较迄落。会放空的，爱放空的，应该是拢看身心健康。迄鱼啊，阮看是鱼啊，伊看是钱啦。但是讲到这，咱拢还未看到一只。本人吼，连一只鱼啊都无食到，莫讲鱼头啊！我都想讲食。对啊，你讲食咧？连一粒花都无偏掉。对啦，嘿啦，阮伫加分的项目有啦，阮有真正的花，本花啊本鱼拢来到现场啦。哦。那呢，阮就来看咱的本花甲本鱼啊，来行。哇！够细了。我拢是这丰年虾，谁啊？这是活的。哇！哦，我用这个粉啊，泡盐水了，24点钟伊就变活的啊。哦，这是什么科技？今仔日砸内底，其实是一个迷你啊，一个品种。伊一礼拜主要一粒冰角。伊一礼拜所需要的水分，干安尼一粒冰角。无错。这少？这只即马是1万块，会生60只。 60只，哎，安尼这到处进的。这张会当卖299，但是会当卖骨60万张。199万，啊，你大概知影。加分的项目有啦，阮有真正的花，本花啊本鱼拢来到现场啦。哦。那呢，阮就来看咱的本花甲本鱼啊，来行。哇！够细了，就够水呢。哦。啊，这该是某的。 这是有毛的，啊，这有干的，伊的尾就是有长的。我即摆特别就是因为有这鱼啊有迄个冠尾安尼，我就是有这新的品种，所以我提出来你看。哦，今摆看，我看到伊尾啊，我，对。老师，这只那底只？伊想要食饭，想要食饭，哎，想要食饭。该吃啊，该吃。哦，啊，伊拢食啥？伊拢食这，我拢饲这丰年虾这。丰年虾。哎，对。谁啊？这是活的。这是活的。对。好，这个你食。这虾啊，那会叫谁？哦。伊拢直接跳，迄就是活的，哇！你食你看，有啊。这虾啊是活的。活的，这是用这个。嘿。哦，我用这个粉啊，哦，这是粉的，咱这讲吼，讲这是上贵的，比黄金较贵的土啊。啊，伊这就是了泡盐水了，24点钟伊就变成活的迄落啊，伊这就是嫩。哦，这是什么科技？伊砍所的物件泡咧这个盐水内底的活起来，24点钟伊就变活的啊。啊，伊是打的，当嫩，伊这个空，这叫我叫伊的学名叫做丰年虾。丰年虾，对。但是伊也是打的，当啃偌久啊？伊这当啃啦，变个冰箱会当啃个3年到4年拢无问题。3年4年啊，甲泡得个活起来。会当活起来。啊，今仔就是爱食这。
食这是因为伊水质较袂，耗子哥要食这？耗子要食啥物要食这？我甘愿食冰角。讲冰角，我真正有冰角，无啦，你这冰角咧创啥？哇，因为咱以前吼，大家感觉讲兰花足歹照顾，大家感觉讲哦，兰花足水，但是这可能歹饲，哦，大家大家距离就足遥远，哦，所以呢，但是兰花有一个足简单，所以今仔带一个足简单的部分哦，阮先塞一个，伊叫做吃槟榔，哦，唔是吃槟榔哦，是吃槟榔。其实兰花呢，其实伊一礼拜，其实咱主要一粒冰角，吼，咱若啃的了，其实就大概伊会当照顾的这个分量啊。等下，你讲安尼，你这棵花，就当冻一礼拜。伊一礼拜所需要的水分，干安尼一粒冰角。无错无错无错，真正。一礼拜一粒冰角。啊，因为吼，咱这有一个美角啦吼。其实因为咱这台湾的兰花，主要拢是用水草来栽培吼。咱下骹这种的土，一般都用土，但是伊这是水草。吼，啊，水草就是一个足甘水的一项物件。啊，以往大家对花的概念就是讲，哦，我透早就是爱压水，哦，下晡嘛爱压一件水吼，甲是养花，结果拢大花养死啊。养死，对，拢是最济。你较早拢定甲花养死就是你啦。我嘛有养死鱼啊。所以咱兰花呢，其实咱只要用冰，吼，所以阮即摆来合作一个吃冰兰，吼，上届主要互大家去知影讲，原来饲冰是一个遮简单，饲兰花是一个遮简单的过程。吼，啊，当然咱正像今仔日摘来这，其实是一个迷你的一个品种，吼，足古水的部分，伊一礼拜食一块冰角。啊，咱这里市面上的话有较大盆这吼，咱只要一礼拜食3块冰角就会使。所以这种的水分量啊嘛，互大家较好记。啊，拢买啊贵，啥物拢买。都唔免。足简单。了解。吃完槟榔来吃孔雀鱼。所以咱拄则咱知影伊饲的这个饲料本来伊这就是活的，但是你若甲浸入海水了，一工了伊才会变活的。对。所以这个品种叫啥物？伊这叫冠尾。冠尾。啊，这一只要偌济钱？这啊，即摆是1,500。就这只1,500。对。你讲一尾，只一嘴都无了。即摆1,500。哎，啊一对100毫米斤嘛。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安尼偌济？那个几万偌济？12000块，那12000块。对哦。啊，这中部上贵的是多少？系啊。即摆上贵是这只，这红黑礼帽，就是咱得冠军的这只。你讲伊叫啥？礼服。你食迄个？哎，对，你食迄个。啊，伊礼服敢若穿半套。伊这因为伊的色水是黄色的，所以是穿，伊毋是蓝色的，所以是穿安尼都礼服就是迄个黑色的迄个身躯叫做礼服。啊，马溜迄就是另外一个色水啊。食饭。啊，是收领，伊敢爱用加温棒。如果你若饲咧室内是免需要加温棒，室内袂。喺室内就免啦，系啊。你看即摆，有够水你看即摆伊的尾溜，伊咧烧的时候，伊安尼有无？安尼，啊，伊会变色哦。对哦，也变色。变色。你看，也闪咧啊！会反光呢。对。这拄一是公的，拄一这两个拢是公的。无，这只是公的，这只是母的。水的是公的，白的是母的。水啦，拢水啦。这两只看起来拢真水啊！对，因为我你即摆看这吼，我这个马溜吼，母的马溜拢甲公的边大啊，所以伊的品质拢是足好的啊。你看伊马溜拢足大的，足大趴，你若去外口看，迄拢足细趴，迄拢无效。对，都是啊，这种拢大趴的，所以生出来的公的全部拢大趴尾。所以你拄则讲这只礼服，你讲伊偌济钱啊？这只即摆是1万块。2万块。所以这就2万啦。对。哦，啊，这就12000啊！哇塞！啊，偌久会生囝？差不多这个然后20天就会生啊。20天哦。20天，会阁生几只？会生60只。60只？爱讲一只偌济？2万块。安尼这会投资钱。所以生出就是60万的代志。对，差不多一直生就足侪钱啊。啊，不过伊品质一定要是这品质。一定要这只的品质，因为伊这个品质是足水的，伊会当饲到7公分的鱼啊，
你莫看伊即摆，嘿，你莫看伊即摆细只，伊即摆差不多4、5个月是啊，伊若饲到大概6、7个月啊，7、8个月，伊会变做大只。5公分。啊，你若去外口买拢饲袂大只。对吼，啊，你有饲过鱼哎，我啊？饲过鱼啊，啊，不过伊就快就死去啊，嘿啊，大概3个月就死去。但是照伊安尼讲吼，你看伊一尾安尼一届生60只，就是60万的代志。啊，观众朋友若看咱这一秒，大家拢是孔雀鱼就好啊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大家拢变有钱应该无人。遐简单吧，老师？是啦，嘛是爱去选伊的种啊，配伊的种啊，还有伊的迄落伊买溜嘛是有着啊，足紧破去的。所以若去你若咧算是 OK， 若去比赛也是歹买卖，伊就是要足完整，所以袂使有任何的缺点安尼。无遐简单啊，迄技术。安尼吼，有看到即个兰花啊，嘛有看到孔雀鱼。对啊，即摆来看你的手机啊。哦，这么这集哦。我是要投予咱的兰花，几十亿啊？20亿，20万，20亿，我30万。这张会当卖299，但是会当卖几啊万张。299一万张，安尼是299万，对嘛？啊，伊生一摆60万，啊，你大概知影。好。打好咧，好啊，好，打好咧，到底是孔雀鱼还是咱兰花？1、2、3。20亿，哇！是因为钱的关系。这个关系是我妈妈上爱饲的花就是兰花，我看到兰花就会想到我妈妈。嘿啊，台湾啊，咱常常看到啊，粉妆事情拢会看得到，但是真正伫外国是足特别，是要安怎讲，就是很棒的一个礼物，对，代表台湾呐。是嘛？代表讲哦，大家其实送兰花是一个心境，一个看大家拢是水的部分。以兰会有啦。我是感觉吼，这也是伫阮兜应该是兰花较好照顾，应该是无法度，所以我选，我选兰花饼干就好啊。哎，你像兰花即嘛有多变化种，我感觉兰花的弹性遮济，你会当做国旗，啊，搁做变化遮济，啊，可以做迷你版。迷你版这办公室很适合，真正好杂个水，大家都当礼物。啊，那孔雀鱼嘛是就这像美女滚，你刚刚讲的讲袂出来，其实混出来就老死去啊，我也唔甘呐。你的原因呢？你投票的原因？看到伊迄尾溜太水，太水。哎呀，啊，今仔日这拢爱送互你是毋是？对对。哦，安尼这个，安尼今仔日，伊是我心目中第一帅啊！拢要送互我，拢要送互我。啊，恁的第一名，恁的第一名，很臭的哦，这么厉害哦！来，哇，水，感谢两位，这比赛拢是咱的台湾之光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若是介意海海导览先生，欢迎去海第去台继续看哦。啊，咱嘛有官方的来哦，爱加入去哦。咱后一来上会，拜拜。老师最爱阳光吗？我见咱可以发财啦，可以室内都能上。现在开放了，老师，那开完我们的直播上面来去做广告宣传，哇，介绍做旅游对，哇，就把这个。